市民先生，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先生节目。2018台南市长的选举呢，伫个民进党的部分已经确定有着现任的立法委员黄伟哲代表民进党来参选了。那么伫个这个咱的在野党方面呢，到目前是还未协调出来但是咱进前呢，已经有访问过呢，这个无党籍的林义峰，也有国民党籍的高思博，也有黄秀双。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一位同款是无党籍的。咱的参选人到节目当中咱要好好向咱的乡亲来报告伊参选的理念甲抱负。咱今摆就来介绍咱前台南市咱的警察局长陈子敬陈局长，局长欢迎你。谢谢咱主持人，咱所有的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局长到节目当中局长，咱知影讲，其实蛮早的表态讲要来参选台南市长所以呢，一开始咱就请你向咱的市民朋友来报告一下，为什么你要来参选咱台南市长？是，其实选举伫我这个人生内底并无这个规划啦就要退休的时阵咱也真侪乡亲真侪咱地方的民意代表一直咧甲鼓励我因为民国73年就来咱台南服务，前前后后要甲算起来，应该到我105年退休啦甲即阵来讲，差不多34年的时间。会使讲甲咱台南会使讲非常深的这个缘缘甲感情。台南人啊。是啊，我嘛一个囡仔是台南出世的，我的第三后生是伫嘉义迄个所在出世的所以含台南这份的感情啦这个伫遮我个人。从政43年内底，其中有18年我伫遮嘛受到乡亲真侪这个支持甲栽培，所以伫这个会使讲警察这个工作这个路程中，因为伫台南遮大家甲遮尔支持啦所以我这个会使讲仕途拢真顺利尾这个嘛是伫咱台南市警察局长的这个任内来退休，所以。退休以后，我拄仔讲过，讲伫要退休的前真侪人咧甲咱鼓励讲咱这个民进党已经伫咱台南执政20几年啦原来若要甲分开来算，县的这边才25年，市的部分有21年当然咱即卖是县市合并起来。这个20几年中间，当然咱嘛袂使讲做讲无进步啦但是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感觉真慢。那么即嘛中央民进党咧执政，过来将近要2冬这个时间，嘛看出来真侪即个行政措施互咱会使讲民众会使非常的这个无满意嘛，真失望安尼啦所以包括咱地方这方面的执政，大家一直感觉讲，这个有时候一党独大，好像造成了这一些问题啦咱就讲一党独大，就是绝对的这个权力就变成绝对的这个骄傲。所以包括咱若要讲，咱用咱地方来讲，咱的像房屋税啦、地价税，这部分会使互咱真侪乡亲非常的怨叹，非常不满啦你甲看赖市长一离开以后，即摆要搁选举的时阵，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个房屋税、地价税的增加。嘛是民进党的人因出来开记者会咯，我感觉讲敢若是当时这个起价真无合理。那么为什么伫当时要推出来的时阵，迄阵咱赖市长伫的时阵，这个代志唔好来讨论放咧互讲大家造成遮尔大的民怨以后，即嘛才要过来修法啦，是讲才要提出来议会来检讨。我是感觉讲真侪问题啦包括这个咱的利益调整。这内底嘛，真侪人有感觉讲，这政治的这个考虑放伫内底，所以互一寡这个里长也是讲这个地方上人有真无共款的这个看法伊就是感觉讲，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或者说你现在讲了，你晚一点来实施，经过议会来讨论，能够这公共政策啦，应该是爱。有关咱人民的这个福利的部分，大家应该详细来讨论。但是，就是看真侪这行政措施，
互咱的百姓非常的不满啦吼。啊，所以我拄仔讲的讲啊，真侪人一直咧鼓励讲啊，你着伫遮服务遐尼久，啊，对地方也真了解安尼啦吼。我山内啦，一直到海边啦吼，因为我前后伫遐18年外的时间，啊嘛吼当几了种无共款的职务，啊，所以咧鼓励讲啊好啊无就转啦，哦，我义无当值的时阵，转来参选安尼。哦，是，所以局长，咱知影讲吼，其实你迄阵伫咱台南市担任警察局长的期间哦，有那个连续20季这个治安啊，都是考核都是第1名。是。然后其实你在议会啊，因为一般吼，像讲迄议员他们在咨询官员的时阵吼，其实对官员都是非常的严苛。但是咱知影讲，其实你和议员的关系足好，你无啥简单的，所以这届嘛是做议员要挺你出来选对无？哦，是，我是安尼啦吼，因为我本身无当值啦吼，我伫一向我家己个人来讲，我想做警察的时，我就希望我将咱警察这个工作甲做好势，嘛要求咱的部属，吼，拢会当做安尼。所以警察当然第一个是治安嘛，吼，第二个交通，第三个是我要求大家增加强是为民服务啦吼，就是讲咱一定要将咱的市民当做咱的亲人。伊的困难还是伊的问题，咱来个当作讲，敢若是咱的厝的，咱的兄弟姊妹啦啥吼，拄着困难共款来甲伊解决。来派出所吼，因有啥物代志，比如我来报案也好啦，是要来请求，问啥物问题哦，咱来个当作是咱的亲人来，所以就讲啊，我们要奉个茶这样子吼。敢若就讲啊，咱家己的亲人来找咱吼，咱问看有啥物问题吼。啊，佮过来就是讲，过去警察一个真歹的习惯，就是讲会食案安尼啦，哦，咱有啥物代志报案来食案来啥。但这点我是非常的反对吼，所以我率先替咱台南市来推出这个讲吼，绝对不吃案。对。所以这个物件落来一般的反应真好。我本来是讲啊，无到若是讲长官若挡袂了，讲哦，咱案件安怎啦，啥的吼，啊，我就无2个月、3个月做我就落台，我嘛无要紧。但是一般的反应真好，所以这个伫这个民国100年开始吼，咱的这个警政署这边遮，每3个月有，等于讲一季啦吼，有一遍的这个民调，伊是委托两间这个民调公司来做民调吼，咱台南市吼，咱拢伫6都拢第1名，而且遥遥领先。对啊。那个其他的5都啦吼，甚至于说在全国来讲，我们也都含澎湖、台东来比的时吼，咱拢有两些拢是伫全国的第2名还是第3名安尼。连续22季，啊，为民服务的部分哦，甚至得到咱，即拢咱市民对阮的这个电工拍分数安尼啦吼，嘛捌摕到这个93.45啦，哦，93.45，很高哎，全国第2名，敢若输澎湖，因为澎湖迄所来较单纯，对啊，都会区咱是赢这个什么啊，台中、台北、迄个新北、高雄、含桃园，咱赢忝忝，因为拢差不多伫迄个17、8名啊，18、9名啊去啦，啊，咱还佫伫全国来讲，排2、3名，对啊，第2、第3呢啦，对，所以迄阵你伫咱台南市做警察局长的时阵，大家拢做笑脸的讲，哇，迄阵治安足好呢。是啦，啊，就我是安尼讲啦吼，就讲因为食这个头路啦吼，咱因为负责治安，咱应该就是讲。甲将治安做好啊，所以只要有比我较大的代志，我一定拢亲身到位来处理。不管是刑事案件也好啦，较大的这个活动也好，我一定拢会伫在场。哦，当时是安尼啦，因为台南人对我的这个栽培甲疼惜吼，我嘛惦记在心头，所以就讲啊，这是我人生从事这个食头路的这个工课的最后一站嘛。大概后来我就跟赖市长就报告说，我不会再往什么中央啊什么这边去做考虑，我就台南市就是我人生这个从事公职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会全心把这边把我的工作做好啊，所以当然啊嘛感谢长官对我的支持啦吼，啊，过来就是讲我这差不多4000通的环境哦，大家也拢啊真对我敢若讲啊真。哦，原来真甲捧场安尼，啊，所以这个咱要推动的这个政策吼，拢会当大家较基层的环境，大家也拢吼，是，对，都能够贯彻到底吼，啊，所以
因此嘛受到咱市民真济这个要咱咱讲对咱的肯定啦，所以我们才会当得到这样好的成绩。对，真的是很肯定啊。是，连现任的赖院长那时候都讲说，哎，你绝对有资格去当行政署长。对，可是你就是心在台南。没啦，我是用个啦，我本来是人生我也无讲规划，讲要去做啥，咱会知影讲，哎，到到尾啊，咱这个退伍以后，反而是说很多人在鼓励说，以我过去以我过去这个从事工作的这个精神啊，你甲鼓励安尼啦。我嘛是头下因为在野这边啦原来都国民党这边遮也无人表态要参选嘛甚至讲嘛真侪议员，我是蓝绿都有朋友啦所以包括国民党的议员，甚至也有民进党的议员私底下也都在鼓励我嘛我是讲，迄阵都拢无什么对象的时阵都咧讲，应该你出来，还蛮适合，因为对地方的了解而且我在大概工作上的投入或者用心啦对，人拢肯定的系啦，就讲大家鼓励我是讲，好就含台南这边这个缘分这么深啦我拄仔讲的讲我嘛家己一个后生是咱台南才出世的，就这个深的缘缘，我想好就有这么机会，会当去继续为台南来服务的时阵，我嘛真愿意安尼啦有的人可能看我外表讲我。你遐大苦是毋是啥？我也无过迄老无糖尿病，我拢无任何慢性病。身体做健康我身体做好，身体做好，所以我就想会使啊，都那个我大概在要付出劳力啦，或者说要把工作做好这一些我觉得我还有那个能力来做好这份的工作安尼啦，所以我当时答应我好无咱就落来看卖。当然，这个选举嘛是咱市民，是咱的主人，伊来做选择嘛，看有没机会要互咱服务安尼，大概是这样子。哇，所以咱知影讲，局长的进前一开始其实你并无把这个选市长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是。对啊，那后面就可能就是说，你对台南这份热爱，然后又一些工作的累积，然后你的人脉又相当的广，然后人缘又很好。那大家就觉得说，你有这个能力来让我们台南可以更进步，所以鼓励你参选所以你都要下定决心来参选的，对啊。哇，所以其实真的要选这个市长真的是你要有很大的一个毅力跟决心。是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点是什么？就是说，人家你讲你刚有熟客做久。我其实讲的，私底下我有去请教一寡这政界这前辈啦甚至嘛有大约了解，就是讲。未来有可能是不是有要参选的？有这条件，还是讲咱咧考虑的讲，可能这个人未来会不会要参选？因为过去大概就是说，因为我要去考虑到说，咱台南这个所在大家都说了解嘛我们大概整个政治环境啦绿比较大嘛绿比较大。那么蓝的部分比较小嘛，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说还有一大部分的这个中间的选民，所以我需要讲了解哪一这边才唔知有人要出来参选咯。那阵有，因为我无这个人生无这个规划嘛，所以无选就向因为这个在野的这个部分就是讲规拢整合拢合作。都不一定是绿的对手嘛，那么何况你说把它分，这2个3个出来参选，那就根本就不用没有分裂的本钱。对了，你基本就免选了所以我首先大约有先问过，做一下功课，差不多包括民调差不多了解电影都拜访，就人来讲无来看开，因为几乎是没有胜选的机会嘛，没有人会出来嘛。所以我全然答应讲好就哪家无一款的，因为民主政治，觉得这个是一个制衡的政治嘛。我拄仔讲咱连续合并以后，连续2届这个议会，民进党拢一党独大嘛，拢过半数。所以有一寡公共政策无经过真详细的讨论，甚至若准讲发生这个。行政重大的行政缺失好像也不必受到检讨或者指责。比如说那时候当然我还在任的时候了什么登革热迄个代志拢死112个结果
嘛是全呢，也无检讨，也无敢若也无处分，也无啥呢吼。因为迄个时阵啥2月天开，啊，因为伊外开，啊，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拢有关咱市民的，比如讲福利也好啦，甚至生命财产的物件啦，吼，啊，这个拄我讲过房屋税这个问题，吼，这个邻甲你的合并的问题，这拢是和咱市民都息息相关的物件，怎么可以不经过讨论？或者说这样就草率了，说因为行政命令啦，或者因为某一个人的决定啦，就草草的就这样决定了，那么甚至于讲说，我管你的一般的法令怎么样，我就是要这样执行，这吼也咱伫民间听得来，讲万言肃气嘛，大家非常的无满意嘛，所以。我迄阵就是讲，感觉讲，若准要选的时阵，一方面就是讲，在野这边一定爱，无人咧抢后骹啦，无人都大家都整合起来嘛。那如果是说再能够结合中间选民的这一些这部分的人，因为中间选民的人数应该是比。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人更较侪，对，现在很多对，真的，现在中那还有甚至于有一些，咱民间有了解外啦吼，较早因为我伫遮服务介长的时间，从这个做分局长啦吼，这过程中，就民间咱所捌的人对我的了解啦吼，我相信加减拢会当吸收一寡支持我的人嘛吼，所以尾仔才决定讲好啊，无就。互市民加一个选择啦吼，就莫讲做讲像有个人咧讲咱台南的南某一党的这派一个时派一个时间出来选啦吼，甚至有个佫讲歹听的，讲什么用只狗插一支旗咯，啥我是觉得把我们台南的这个咱台南人的这个地位讲刚才讲完全无违法的，总是。选举嘛，吼，能够多一个选择，然后带咱市民加一个选择，什么人会当替咱市民做代志，会当解决问题，吼。我是也是讲吼，话不惧回忆啦，吼。迄个无退休应该讲退休就去过退休的生活，吼。本来是讲要等去庄脚做田种蚵仔咯，啥，我这条路，我咧看可能还佫等个以后再过来看啦。市民希望你出来服务，是有机会啦，有机会，我愿意，是。对所以局长嘛，亲像你拄则讲的吼，伫咱台南市这个基本盘选举啦吼，可能一向都是这个绿大于蓝嘛。对。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你要怎么去整合这个在野的力量？因为刚刚有讲说，现在其实中间选民很多，那在野目前你迄阵当开始要出来选选，人家袂表态。即摆表态，你看，包括这个黄秀双伊进前嘛算过啊，对不？进前和赖清德对战嘛，然后高思博也要选，那还有一个林义峰。那你这个在野的力量，你怎么把它整合？因为绝对没有分裂的本钱，对不对？是。这若要一个讲安尼啦，人应该是林立峰较大先表态，要出来选。但是当时才砍棒的时阵吼，伊并无讲要选市长啦，是要选议员啦，甚至讲是咧做，是咧买卖厝的广告，咱也唔知影咧。人拢讲伊在卖厝。对，因为本来咧起厝嘛吼，所以才砍棒起来，伊并无讲伊要创啥，吼，也无咱甲伊也无熟悉啦吼。这个我是伫去年差不多6月，我就差不多有决定要参选，开始咧等于咧走摊啦，咧去拜访人安尼吼，到尾感觉一般反应拢袂歹，所以我是伫9月23，正式成立办公室吼，嘛开记者会，就迄个对外宣布讲我要来参选咱第3届咱台南市市长的选举，咱会知影讲，因为我拄讲过，我之前我有做过广告，有问过嘛，就讲应该无人安尼嘛。尾当然任何人拢会当来出来参选嘛，这咱就袂当讲。上尾咱会讲这个黄校长啦，佮甚至到尾迄个9月人拢要出来选这咱当然拢欢迎，因为我拄讲过讲，互咱市民加较侪选择嘛，啥物人上优秀来选啥物人嘛即嘛是讲整合这个问题因为。拄仔讲过，讲无整合就整合好啊，就无一定会赢，何况佫无整合。对啊。但是即马因为大家可能有无共款的，另外有一寡无共款的看法啦。
因是迄个希望讲国民党这边遮，安尼希望要将，这是高委员的意见啦。我一次这样来解决这样嘛。一次做民调做民调啦。那他等因国民党做了，该喊你去做一届。但是黄校长好像是说，要他们两个先 PK，PK 完以后再出来，再跟你 PK。再跟我 PK。那我是认为，我是认为哈，我不是说这个讲偏向啦，我那认为讲，因为我是无党。那今天国民党你若是一个，当然我们就1对1的这样子来嘛。但是你如果今天国民党是4个或者5个，当然是你们选出来1个以后，才来这样子嘛。好，所以你现在2个，既然是2个嘛，那我加入进去，好像也不太对。对啊。好，人家会不会说？哎呀，对讲啊，你这个假无党啊，你个国民党啊，你哪来样啊？所以我本身我立场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讲因两个整合了以后。再来喊我，甚至于讲是不是要将林立峰跟纳进来都没有关系啊，因为他也是无党啊，所以就是在野党在做一次啊，我是较倾向于讲，那会使上好是用协调的方式啦，因为民调我有看足侪民调，第一个因为这个坊间这样传言啦哈，第一个民调可能有一些是可以操弄的，对，甚至有点这个，好像不是很公正啊。有人安尼讲啦吼，因为我算素人，我唔捌参加过选举，但有人甲提醒讲，某民人你前面唔通啊，你安尼去用冲击安尼啦吼。所以我嘛有一点疑问这样嘛。然后第一个这民调，第二个这个民调结束以后，好像心理上都还是会造成一些分裂了。好，你像这回民进党的因的选举哈，咱就看得出来，讲输的嘛输到足唔甘愿安尼啦哈。这个国民党，系啊，国民党的新北市这边遮也好，也是讲民进党进前的嘉义啦，几啊位拢有这个出现讲了的，我伊的支持者，不愿意归队啦，伊就转到。去个出走，出走，或者说他可能会反过来再去支持另外对方的阵营的，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是希望讲，若准会使用协调的方式，这个先用协调出来，安尼上好啦。那逼到尾也无法度讲非用民调讲目前这个机制来讲起来，讲应该是民调较公平这个我想。这个到时候都可以再来谈的，因为目前都没有那个很确切的啦。当然，国民党的他们地方的那个党部的主委谢龙谢议员，谢主委啦还是因中央都无也有大概有问我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意见，我的看法我嘛差不多像拄讲过这，差不多讲过但是无讲伫当时要做啦，是当时原则上我是希望讲应该讲个你。国民党2位，不管是即摆2位，还是讲你若讲红报名，反正到时佫有3位啊、4位啊，恁先整合了以后，我们再来谈嘛，谈。我还是刚刚那一句话，就是说，今天整合好都不一定会赢了，因为那个对手太强了。黄伟哲那个，因为民进党一个出线嘛，对黄伟哲嘛。春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好选人？因为报纸安尼看啊，咱就安尼讲也无要紧啦除了林美凤以外，可能个一个柯中信柯议员，好像因为我最近咧走摊，我有去拄着伊，拄着伊嘛真认真咧走摊，开座谈会了这样，我们都不能排除，未来唔知个什么人要个出来嘛，个唔知，因为个7个月的时间嘛，这只要有心要为咱台南市的市民来拍拼来服务，我认为讲任何人拢会使出来咱千万袂使讲非我莫属咯，敢若非我不可迄款，我的看法是安尼。所以咱听局长安尼讲，就是讲，你即马针对着讲咱的就是在野党的整合这方面，就是讲，国民党因2位应该或者是哪几位，应该先整合1位出来。你还佫较明看是要协调，还是要做民调，还来讲啦所以你是无可能参加国民党因内部这个民调嘛？因若内部民调，我是感觉这是我个人立场的问题。我到时会去互市民甲质疑讲。大家拢讲你是国民党。对啊，你也毋是国民党，你安尼你可能假的无党的因为这样子，因为
出来咧算咧拜票的时阵吼，发现讲真济咱的市民吼对两党拢真无满意啦。其实伊不是支持政党，对，就很多选民他支持的是这个人，对，看他是不是而且两个政党的表现哈，我想这个真理想的咱的市民啊哈，咱常咧讲啊，咱爱台湾也好，爱台南也好啦哈，真正的有智慧，也是讲真正理想的人，因有当时对进前国民党的执政真失望。那么即摆民进党执政，我相信即将近中央的部分啊，即将近即要2年啦吼，啊地方都20几年啊嘛，有一寡在迄个行政措施好像有一些都蛮霸道的这样子哈。好像我们的什么一例一休啦，哈，啊，搁一寡在最近的，你讲像迄个水利会会长官派啦，哈，啊，搁有啥物，咱的啥物，以后啥物那议长还是院长的选举，讲得爱记名投票，这个都好像都是开民主倒车嘛，这不是一个政党应该有的，你既然愈民主的吼是。应该是咱以市民为重嘛，不要把那个个人的那一种，我们有时候都觉得，今天如果说真正爱台湾，真正爱台南，我感觉讲，不要把我们反而是推到那一种很危险的地方了，或者是说，因为你个人的未来的家己的政治的企图安尼吼，要达到你个人的什么政治的目的吼，啊，将规个。台湾的生命也好，还是讲将咱人民的福利吼往后推，甚至推到那个危险的地方，这个是很可怕的。民主政治唔通安尼，拢大家每一个政治基本拢是一个过程尔嘛。你应该是讲利用你这个过程来会当安怎造福咱的百姓、咱的市民，唔是讲哇你很多的那种欲望，我自己想要登峰造极，家己要做啥，这个历史上咱看足济啦。这个我们就尽了这样来讲嘛，你看那个希特勒那一种啦，什么毛泽东啦哈，那种喊口号的，什么无为不为了哈，大家一下子盲目追逐，到后来才觉得说，对，哇，可以有便宜下来，然后那个就陷入那一种，这个国家就整个往后倒退要几十年，或者甚至于说牺牲了几千万的人，这样子实在是非人民之福了。对，所以有时阵吼，你讲选举啦吼。咱排着这个政党的旗啊，有时阵是加分，但是有时阵是一个包袱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局长就是坚持以无党来参选，对不对？我就讲无党也较无包袱啦。我们的应该讲的讲，咱的主人就是咱的市民嘛。对。咱的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为我们的市民服务。我想很单纯啦，很单纯是这样子啦，就不必受那种政党的约束。你也比较也不会有那样的包袱啦，做咱应该做的工作会让替咱的人民谋福利啊，这样。对，好啊，所以咱嘛是要来请教讲你按那看台讲要可能跟你一起整合那些对手，因为咱知影讲之前那个黄秀双校长嘛，一进前去对到这个赖神，所以他那时候输了44万多票。所以大家都会讲，到底是这个赖神是吸票机太有魅力，还是说我们台南市本来这个选举的基本盘就是这样？你按哪看？顶一届的选举啦，当然赖市长他个人的魅力啦，还是声望鼎鼎啦。实在讲啦，我想找不出来讲有任何的对手啦。那黄校长有那样的勇气真的。值得敬佩不简单对，但是输这么多44万几票，对，实在讲好像离咱台南这边这选举讲，国民两党的这个对决好像还没有输过那么多。对啊。那后个1-2万票啦，到4-5万票都已经真多安尼讲输44万票当然是迄阵因为赖市长伊。个人的声望，也是讲伊伫遮的咱台南市对伊的支持，所以伊这个尾啊摕到70几万票71万多票，对，伊的迄个得票，迄个得票率啦，72.9啦，72.9，我想这个是未来大概就是一个障碍了，
这是一个记录了。我会记得较早陈唐山陈县长选连任的时候，摕到60几趴嘛，迄个已经，在你讲两党对决能够拿到这样子，是已经是很高的一个比例。没想到他竟然能够创造72.9等于73嘛，好啊，所以讲起来就是第一个迄个时阵拄啊中央国民党的执政。可能，大家对那时候马先生可能很不满嘛，哈，那中央很多政策，人民也很失望嘛，所以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可能对当时国民党执政的不满，第一的是黄校长，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大学校长，个人的条件是很优秀了哈，但是这个市长的选举哈，市长议员的选举啦哈，一般讲起来应该爱甲这个咱。市民的这他跟他的生活要有相关，这个咱讲做接地气啦吼，即摆较新的名讲做接地气，比如讲百姓需要啥，百姓咧欠啥，吼，还是百姓这个因的苦衷伫对，你爱去了解这啦吼，因为学者不一定，你较早讲在教书可能对啦，一个学者他可能对一般的这个市民贩夫走卒。渔民啊、农民啊，吼，还是讲伫菜市啊，你卖菜、你卖鱼、卖肉，这摊贩啦，吼，这人，因到底需要啥？甚至于说，可能在我们台南来讲，还有一些地方淹水的啦，他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吧，好，所以出来你讲的政策，无去得到百姓，你没有切中我的需求、我的要害，我需要啥你都唔知啊，你讲的拢一寡遐空头的遐机票，遐证件拢根本都是打高空的，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嘛。所以第一点讲，动的，第一点都要讲的，赖市长他个人的魅力，他是那时候他的市民对他的支持度嘛，后来国民党中央可能之前无话，当然。考双赢各赢嘛是有差啦，就有人说候选人派出来不够强，是的，有较济啦所以这边伊是不是要搁出来复仇啊？是安怎我是唔知啊。你看你想讲这个不是赖神，是黄伟哲所以对手比较弱一点，是不是？黄伟哲也很强，也是很强哈，很强。不过是可能没有赖神这样子啦。不过人家他也当过县议，也当过立委嘛哈，真的是。应该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啦，所以是很强。不管我是安尼讲啦，咱是不是会出线会安怎？因为黄伟哲，比如私底下大家也都好朋友，因为你关年咧做议员的时候，我是伫关年咧做局长，大家拢好朋友。对啊。所以其实局长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说，因为你这个建产警务方面的工作做了这么久，所以其实呢，各行各业，然后各种的那种生态、各种的事情，其实你都非常了解，对不对？就是市民啊，因为不关你什么代志，市民其实都和这个警察有相当多的关系，所以其实你非常了解市民的心声嘛。警察工课啦，吼，会使讲按这个。捌咧捌甲可能大企业的头家啦吼，买当捌甲做基层吼，甚至咱的街友吼，咱的摊贩啦吼，咱的农民啊，咱的渔民啦吼，什么都认识啊。山内海边吼，这个咱上界较偏远的，伫迄个南华有一个关山，基本做里，较早做川，迄个所来我忘记要过3摆，迄按咱只要到遐差不多2点钟久的时间。我足远的路吼，我唔是讲因为要选举才叫种。进前，我咧做警察的时候，我就感觉讲，所有的辖区的大大小小，只要有派出所的、有住宅所，我拄仔咧讲，这关山里是派出所、住宅所拢无。较早，足早的时候，差不多40分前有，过来撤掉，但是总是有咱的百姓伫遐住，我就伊要甲行看看。海边啊，一直到上海边的所在，我捌伫嘉义做过分局长，像七股啦，过来将军啊、北门啦，这海边的所在，即摆尾啊合并以后的台南市这边遮，这个咱的安平啦，南区这边遮，海边遮的咱的派出所，咱派出所去嘛有咱的市民啦，是讲咱的义警民吼伫遐坐嘛，我们跟他聊天啦，所以比较上。咱像因为警察这个工作，和咱市民的
咱会较了解因的即款的啦。啊，搁若阵伫市府咧开会的时候啦，吼，每一礼拜都有一个市政会议嘛，啊，各单位咧做专题报告啦，吼，咱拢知影嘛，吼，这个因为我们对都非常了解。这个每个礼拜都有2到3个单位要做专题的工作报告，吼，啊，伊咧报告啥咱也拢听会到，吼，你说，搁过来就是讲警察的工作，就是因真济局处若要推动这个政策，吼。拢一定要警察配合。对啊，都有关系啊。你只拄啊，你讲这登革热，我嘛拢特别，若你开会时，我拢爱参加。哦，登革热啦，啊是或者是讲交通局的代志，吼，这个环保局的代志。那你只要你开会，因为需要警察一起来配合，或者说我们来当对啊，哎呀，你都所有的活动、大型活动，哦，文化局的啦，啥，哦，遐啥要演唱会啦，我拢冇参加，对对。甚至到有一遍，迄个哦，真济啦，哦，艺术方面的这方面的活动，吼啊，过年时啊，所有的咱这个较老的像安平啦，这吼啊，你这个或者盐水风炮，哈，鹿耳门这边的风炮，我们警察都要规划清楚嘛，拢爱甲因做伙爱开会，所以差不多讲。各项工作都跟对啊，都跟警察有相关呢。局处这个工作哦，拢哦，咱莫讲，因为阮是属资源配合的工作啦。我意思是讲，比较上我们所涉猎的是比较多一点。对，所以其实每一方面的市政你都有了解点啦。是。对。所以局长以你就是说，其实你就是在市政府这么久，然后你的工作经历，其实你对着讲各项的市政工作都非常的了解，所以相信讲你提出来这种你的政见应该也是非常的贴切民心，对不对？来，你的政见是什么？我是坦白讲啦，我进前我也无准备要选举啦，当然即马尾也决定我要选举吼，我嘛去收集真济人的这政见啦吼。但是我发现吼，包括外县市的这参选人啊，甚至讲有的即马台面上啊，已经咧做市长的啊，咧做县长的这政见吼，我拢来看，我感觉真济大家拢讲较空洞的哈。而且很多人都是开那个做不到的支票嘛，讲得很好听，但是真的做得到吗？我感觉，摕出来迄款的吼，我感觉有可能有咧讲骗选票的迄个意思。哦，我相信应该是将咱做会到的，吼，啊，咱市民嘛感觉较贴切这个物件。其实拢足细项的工作嘛，毋是讲一定爱开几十亿咯，才开大钱来迄款的。啊，因咧有诶，我甲看因遐政见吼。就是拢安尼含啊糊啊啦吼，无咱会用啊讲，敢若讲较早，咱台南市就好，咱台南市有前几任的这县市长这领的政见，你应该编起来看卖，有实现的，敢若10件无1件嘞，我看来嘛，感觉讲，迄款的，那些用字用语词汇都很漂亮啊，结果这个什么扩大什么文化产业啦，这样吼，就安尼讲啊，嘛唔知到底是讲的是留了什么物件，就比较空洞一点我是感觉讲吼，咱较迫切做会到的，咱做到是讲，咱市民可能关心的就是讲停车的问题，吼，我觉得说我们可能要去。增设停车场嘛，或者说增设这些停车格，或者鼓励那个咱民间快当导出在路外停车场、停车塔这一类的东西。这个是做得到的。对，我觉得做得到。我们咱市府嘛，真侪抗地啊哈，那你让来甲伊讲，比如讲是不是免税，吼，将伊税金加迄款啊，互咱来规划。有一块土地人如果讲会当停7、8台车，中昼时暗时咧食饭迄个时间，看是要甲收费也好啦，是讲互咱市民免费停车伫路外，尽量莫讲搁增加违规啊。啊嘛是讲像这个拖吊，我嘛听真侪人咧讲，哇，这个拖吊好像是我们这个是交通局的业务了哈，好像是我们市政府啊伸到我们市民的口袋里面去掏钱。讲啊，你的价也无够啊，所以我难免我会违规嘛。我感觉讲，那如果讲咱这个停车场、停车格啊，咱个增加减少这个拖吊的哈，这拢是咱的讲起来可能小确幸啊，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啊，而且这对民众来讲，真的像我们常常就找不到地方停车啊。对啊，这市区这边拢有听迄款嘛，啊，都无共款区的有无共款的需要。啊，你若是讲
啊，山区啦、甲海边啦，因可能是生产在农产品，吼啊，在养殖的这些鱼产品，他们可能迫切的，可能要给他们外销的机会，哦。啊，不然的物件弄的产生比都很好，但是你没有销出去也是不赚钱。尽量看，不管是哦销去什么啊，什么日本、韩国、什么新加坡、香港，甚至大陆的问题，就是讲外销在农产品、鱼产品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考虑。我是认为说，只要能够提升我们市民的收入了哈，我觉得我们市政府爱来主导，还是讲来帮忙这个代志。我拄仔讲了，无共款区域的，啊，另外就是讲，婴幼儿的这一部分啦，吼，哦，大概有咧讲啊，咱生产补助偌济啦，这，即摆敢若是讲啊6000啦，啊第二梯12000啦，这，吼，因为一般咧讲起来，外县市因财政可能较好，嘛有人讲啊，什么3万5万啊，我个人的建议，我是认为讲，第一梯应该当到有2万，第二梯吼就3万。啊，第三梯超过5万，哦，那政府要升啊，因为咱即摆少子化嘛，哈，会当来鼓励，哦，能够多来生育这样子，啊，真济啦，你讲生了以后，当然再来就是托育啦，哈，或者说教育，哦，幼稚园啦，这拢有，咱有这相关补助的这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包括老人的长照的问题，当然中央也有在做这一方面的区块，啊，咱老人65岁以上，其他的5都。人因65岁会当免健保费，我相信这款咱应该拢会当来比较来甲人相关的，因为这个有关老人的福利啦吼，啊有的还佫有的区，你无这个老人的活动中心，就是老人家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做运动啦，或者休闲下棋啦，或者甚至于说啊唱个卡拉 OK 啦，哦，类似这款有的区有。哦，啊，有诶，甚至讲是一个区也有2个，当然看所在啦。啊，有诶区到目前为止拢阁无，因咱咧找所在有诶，你甲咱反映，我讲好啊，即款诶应该讲起来，那毋是开足济钱嘛，吼。啊，咱啊，如果讲有迄个闲置的空间，也都可以去考虑把它做一些变更啦。啊，当然可能伫永康银德这边再来讲，甚至于到咱安南区这边再治水的问题。我看还佫目前那个贵乐区，有当去拜访个工厂，有个头家吼，拢去做记号，啊，这就是几个吼，饮到这几个饮到这，系啊，讲安尼，好像他们也很无奈啦。另外有些自己做那个挡水的闸门嘛，哦，家己工厂做这啦，我感觉像这个，难道我们政府真的这样束手无策吗？对啊，啊，佮开遐尼济钱，对啊，还佮拢会阴，唔是讲佮无钱，迄款已经开几了100亿安尼，吼。有这个嘛，毋是讲干那加这个堤防，也是讲这我甲看伊一寡排水沟吼，有诶用，我有去甲看过这个三公崖溪啦吼，啊，佮迄个什么港尾溪遮吼。对啊。我看讲干那加遐水泥板安尼咧冻水，那个效果不大了哈。我想整治河川啊，当然我们要引进那个专家来一块呢。这个治水的部分说，以目前我这样看啊，我是觉得效果不是很大了。或者说啊，挖什么治洪池啦，像挖窟啦一块，水会当一块，迄块会当吸收的水拢无济，甚至规个河道爱怎去改变？你像台北，因较早迄个疏洪道的迄个整治啦，哈，包括迄个咱过去泸州这嘛，较早拢规个拢。水拢安尼淹起来迄款的，你讲整治以后，规个你看泸州的规个厝价，吼压起来，拢一平拢已经几了10万、20-30万，啊，敢若搁有迄个有几个位啦吼，即个咱若讲会当将这治水的工作做好，我相信对像咱东区这边遮好尾寮啊遮啦、银德啦吼，银德因咧迄个太乙工业区啦吼，啊永康这边遮嘛是一直到安南规线，系啊。没讲啊，当然，那是讲如果讲是它那个时雨量了哈，啊，不是这边的用量。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边气候足大的变化嘛，好，迄款的咱就有一些很特殊的，我们可能没话讲。对。但是你如果一般的正常的这样的雨哈，我觉得，我坦白说，如果说有机会，
我愿意向市民来做这个保证。我希望我的任内能够把这个治水这一方面能够把它做好。对啊，真济啦，这个福利的部分，然后真济，也是讲咱市民所关心的问题。我都若出去拜访的时候，我都有随行秘书嘛，大概一般的反应我们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嘛，这些都列为证件。我是卖讲去什么打高空啦，当然我嘛无讲迄个讲足大的遐政治讲爱开了几啊百个、几啊千个。较早有人讲要搁起机场起倒位了，啥有诶无？我觉得那一些打高空的，我们可能没办法那个，但是希望先把我们市民所关心的切身的问题，能够把它解决了这个这个防护水这个代志，我嘛感觉已经市民有反映，甚至民意代表嘛有反映，防护水这个一定要检讨，甚至安尼讲来讲一定要降啦，这是足无合理的。追溯到15年啦，这边的起这样的这个都应该都要好好那个。今天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切切实实，这个也是当时因为一党独大所造成的一个一个真无好的结果这摆等下这摆想来讲，嘿，安尼唔对，能够勇于认错了能够来做改变，那么。在亡羊补牢，好像都还好了对。我嘛感觉我这爱紧来解决啊。哇，所以这样听起来，我刚刚局长就讲，你不会说随便开一些就是选举的支票来骗选民的票，你得感觉讲这会到。我感觉讲，这个实际上咱身躯边才感觉较需要，会含咱会产生这个影响的，才先来解决。出现有的底下咧讲什么？推展，比如说推展观光产业，什么有到底要推展哪样推展？当然观光是嘛，咱台南一个足，讲到观光，足需要迄块咧，咱应该去推广。你看咱台南是文化古都嘛，嘛讲我做文化首都，咱台湾第一个都市是咱府城，对啊，所以咱真济逐日外县市的人来甲咱参观，甚至于讲国外的这个。包括日本也好啦，甚至于讲包括大陆也好，但大陆客基本最近无来甚至于讲南向的这一些好像他们好像我也不太清楚了我感觉讲这个东南亚这边来无济啦，东南亚这边来无济啦，伊这来有的敢若拢咧打工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啦，对，但是这个观光对咱台南来讲，咱是。逐日咱去推广的，对，工课，对，没错，哇，所以其实听得出来，就是说局长你真的很务实。然后我知道说，其实你就是退休了这段期间，你嘛拢勤走基层嘛，所以你起码得讲勤走基层，听到做侪民众的声音，对不？是。所以你感觉讲，你陆续就是拢会继续咧走嘛，就是顺便让大家选民知道你的理念，对不对？是，山区内底啦，嘛有迄个较小型的比如里长啦、地方上后庙会内底主任委员啊，因着10外个、20个安尼，伊如果讲哇，阮遮30几年来毋捌遮尔大人，伊个含议员选举嘛，无一定来，捌快个候选人去来遮啦。我是讲，着山内有，我拄仔讲的讲，正规制的有正规制，伊会对政府的这个看法需要去到海边有海边的人无共款的话，咱市区咱原来咱的台南市的市区咱这市民有无共款的需求嘛？对。那去到这个新营，这个北河这边遮，因着咧担心讲这个什么边缘化的问题啦，因的人口的流失啦，甚至于说。他们整个产业，包括他们的那个经济的衰退，因足担心这问题，一寡。所以无共区拢有无共款的烦恼拢无共款的看法，需求的对，像新营因着较早，比如讲暗时因那种管府 LTI 时嘛，一寡餐厅啦，一寡商店，拢还阁会当维持迄个正常的迄个一般的生意的运作嘛，真正合并以后。真的，尤其有一些比较热闹的都市，民治路啦，这个民权路啦，这个商店拢关起来呢。暗时差不多8点，就到
可能讲讲，就甲一般的咱的其他的迄个像啊比咖喱比麻豆用要敢若佫较没落，我感觉嘛安尼真稀微安尼吼，也难怪说他们，所以地方啊有一寡人的心想啊，要采嘛卖合并啦，啥，但是这个要采，有了为了地方的发展啊，我是感觉讲，像这8年来合并以后啦，吼，好像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建设，哈，因溪北这边遮。伊就感觉讲有几个活动，像这个国际蓝展，较早拢差不多20-30万人，10天大概有20-30万人，现在大概都可能剩下不到一半。哦，反而比较少。那个盐水风炮，我今年我没有去了。我过去因为在这个时，这块人拢在阮来讲拢大型项目嘛。对啊，都要去维安。我会记得伫20几年前哦，迄阵啊，李英交馆长的时阵，迄阵啊，我咧做副局长的时阵，大概就有到12万到15万人呢。今年我看第二个报纸写讲，哇，盐水昨日涌进5万多人口。5万多的那个什么来，对，怎么比哈？跟之前的比。我感觉咱有影哪愈来愈迄款呢？这款呢是咱有的传统，还是讲像国际蓝展，这个都很好去行销的啦哈。较早还佫有我会记得北河还佫有莲枝节，真济因为地方特色的物件，我们如果市政府能够愿意当后盾来配合地方咱遐区啦，基本当然是较早的这个乡镇。一旦配合地方来做，应该可以再现那个过去的荣景啊。我会记得六家遐嘛有迄个较早有迄个香水莲花。迄阵啊嘛一阵啊若假日的时阵吼，阮还佫特别派题目去诶。我毋是特别对什么人做功课啦，我会记得遐有一个迄个什么9品莲花，哇，那一个区域吼。那个假日，会使讲安尼，莫讲人山人海啦，但是就是讲人安尼，我停车停甲人地方百姓，反正就是讲，迄阵啊，这个行业产业，其实现在那个东西都还有，可是好像都无人咧提起。我讲，有诶，咱地方有特色的物件啦，含其他县市不共款，咱会当拄仔咧讲观光的物件也好啦，啊，是讲地方的产业有啥物特色，咱应该。市政府这边车吼，我那出钱出力来甲因发扬光大呢。安尼台南才会更欢迎进步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最后吼，来局长，你有啥物话要甲咱的市民朋友讲的来？我原来是应该去年退休了，本来是讲也要等个庄脚啦就回归到田园生活因为咱真侪乡亲。一直咧甲我鼓励啦台南这片土地对我过去的栽培我嘛感觉讲嘛，互咱市民加一个选择啦过去有18年外的这个时间伫咱遮服务真侪人应该拢真了解我不管我的品操也好，还是讲我的做人做事，我是。讲起来就是讲，由衷的要先感谢咱所有乡亲对我过去警察工作这方面的支持所以我伫推动这个治安的工作也拢真顺利因此咱这个伫县的时代，还是合并以后市的时代，咱拢得到真好的成绩所以会遮尔侪好朋友讲一直咧鼓励讲你应该出来我是。当过这个5个单位的警察局长啦我做过警察局长有16年外，16年外，其中有9年半的时间，我伫县的时代有4年，咱台南县警察局长有4年，合并以后台南市有5年半，我所以行政经验来讲，我非常的熟悉，经过几个任的这县市长的领导啦有这个杨宝华县长，李亚洲县长。丹东山县长苏万地县长尾合并以后的赖清德市长我嘛按因这内底学习真济啦对市政我也非常的了解
啊，就若准大家对我若准有肯定，啊，则希望拜托大家加支持，啊，让我有机会搁为大家来做一个服务啊。好，非常感谢那个陈子敬局长。所以陈子敬局长尤其是在进检他的警务生涯当中，他非常受到肯定，很多的这个奖项获奖无数啦当然来讲，咱今天透过这个访问，知影讲，局长他真的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而且他很有看法，对市政又相当的了解。然后最重要的是说，伊勤早基赞，一步一卡印，拢有去听民众的心声所以那么期待讲咱伫这个在家动方面，当赶紧整合出一个人选因为无分裂的本钱。那这个人选可能跟我们民进党方面的洪伟哲来拼拼看让我们市民有多一点的选择我们要选出最好的台南市长。好，那今天再次感谢陈子敬局长，谢谢你。感谢主持人感谢咱所有乡亲，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直播，咱再会。